湿疹呢有救了，记住这2点，皮肤呢慢慢的就干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皮肤病诊疗方法的非遗传承人刘辉。可能呢很多人一看到中医2个字就直接把它给划走了，看都不想看。有些朋友有些同事也劝我说，为什么你非要去做这些说吃力不讨好的这么一个事情？没有几个人看，甚至呢有时候呢还会被别的同行或别人呢恶意的攻击。但是呢我觉得既然穿上了这身白大褂，就有责任呢去尽可能的让广大的湿疹患者呢少走一些弯路。如果说呢你也有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的困扰呢，希望呢你能到这里找到答案。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2点，是2个临床中常见的中成药。第一个呢是口服的，叫消银颗粒；另一个呢是外抹的，叫冰黄肤乐软膏。最后我想说哪怕是我的视频呢只能帮助到这么1个人，我呢也是觉得呢是非常有意义的。